分流仙果，分流仙果啦，教法菩萨。然后这次白羊应用的时阵，咱师尊啊，请多是再来走的，所以再是这个再叫做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，教化人心顺顺善良，菩提妙性时时关照，化众修万明体言和，杀道真诚，跳出苦境，我来教化菩萨。咱教化菩萨就是咱即马叫师姐，现在我们礼节内底都有嘛教化菩萨，教化菩萨我们现在叫师姐，师姐啦在咱师尊行道的时阵，本来是分流仙果，平天人间，来到是来应着师尊在行道的时阵来帮助来开导，所以对咱现在一贯人观的态度非常帮助了，那么上天拢是也教化菩萨，所以做啥？随风教化，所以教化人心顺顺善良，